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无先来记打破歌声，最后开始带来一首6月挂彩假有诗。哎呦，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歌庆阿姐，进来姐姐幕后大哥、剑山大哥、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好我先有收到，春雄哥哥，谢谢。我想风的心情，想起过去伊的情景，不敢自泪滴现前。讲什么你爱我，无改变；讲什么你要伴我一生。什么你爱我，无改变；讲什么你要伴我一生。谁知你是6月挂彩假有心，为何欺骗我？怎样放下我？害我为你无前程。谢谢大家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义大破歌社》。嘿，谢谢。来哦，感谢观众朋友吼，准时甲咱收看，准时来做陪伴嘛。感谢恁满满的捧啊声，嘉明大姐、玉轩大姐啦吼，还有咱尤大哥、尤大嫂，今天何必把手头给你们有看哦吼。吴大姐来最好，秀芬姐哦，黄燕大哥、春雄哥哥，还有文良大哥，谢谢神树大哥、龙华大哥，谢谢光前大哥、明杰大哥，谢谢强玉大哥、爱主姐啊、芙蓉姐。啊，酸姐啊，哦，当然你好，正方大哥，台南的盛忠大哥哈，秀仁大哥，岳清姐，哦，感谢金
安尼剑山这个木火大哥哈，恁拢默默的抱一声，谢谢啊。昨暗呢，是啊，这个红台红红已经减弱，变成红，变成赤椒啊，变成做这个做碎甲昏椒，好较温和。昏椒啊，减弱先做这个气压啦。啊，虽然做这个日假日，这个风雨也当然就较无遐强。对啊。但是做这个风雨吼，风台尾嘛就一寡这个乱啦。对。啊，希望大家伫这个厝内面，咱的工作出外，拢总会当平安顺遂。是啊，我咧讲吼，尤其是咱若风雨过下过长工啦，像讲有的时代讲，虽然有的人像阮中部地区，昨就休一个台风假呢，休困的时阵啊，感觉讲安尼，感觉较忝。是安怎你敢知？安怎？激情过后吼，风雨交加了后，咱当然咱的心肝会担心嘛。虽然讲厝内面真安全，但是嘛会担心着讲，咱的一个外口伫咧拍拼事业，才会假日事嘛。对。啊，所以讲这个风雨拄好停了，过长工呢，会感觉讲咱会咧咸要无电去安尼。爱上班啊。压力，这个感觉的心境较明显。对啦。我最近的时阵有看到一则真趣味这个研究报告，来分享，互咱的观众朋友了解。伊讲做这个葡萄这个物件，就算是甲造成这个葡萄干，伊天然像这个成分的是语言会当去影响着讲咱这个基肉，这个基因的表现啦。和这个基肉，这个功能更较好。对查甫查某拢共款，有真明显。所以有的人的时阵疲劳啦，甚至感冒啦，煮一支葡萄茶咧。葡萄茶。也所以讲做这咧，一寡的做这你若了解了后，讲破无13个字。你难怪讲，也有一寡做这个人啊，甲下晡时也是昏昏沉沉。神神烂烂啦。的意思就对啊。你若知影就对啊，来甲伊撒一杯啊，免济啦，一杯先差不多10外粒安尼嘛。我甲你讲迄个精神马上回倒转来。安尼哦。比你煮这个葡萄葡萄茶啦。葡萄茶较紧，你免车轿车，也毋免搁倒你眠床先互伊冻的时阵对啊，搁再来先煮2点外钟。这已经是落伍咯。所以讲吼，伫葡萄干内底吼，伊这是个口感真好。但是伊内底都是有迄矿物质啊，像迄铁啦、造血啊，对无？会当养迄个吼血红素啊。搁有人讲你气色无好的时阵，较色白xuất xuất的这款的做这啊，无血色。这拢总是甲咱这个血红素无够血红素关系。所以讲你来讲有机会厝内底甲放者，食几粒啊葡萄干，你会感觉足松足舒服的，无大件的身躯当提神。对。重点的是就是讲像咱这个天然的物件，无负担的啦。即马人拢爱叫你食什么？食较原形食物，都袂使有负担。佮带一寡像这个抗氧的像这个化物质。抗氧化。真像这个膳食的这个纤维。膳食纤维。会帮助你消化啊。食啦、糜啦，对像这个心血管消化，包括这个骨头，拢总会当斗3工安尼。互咱就这个精神啦，整个这个身体这个节奏比较更较稳定，回倒转来，风台过去啊，因兜的代志。但是咱将就这个健康更较收倒转来。就是听老师安尼讲所以讲咱即马全球这个葡萄干的需求会较悬。所以讲即马大家拢咧找原形食物，就是讲上盖天然的，莫搁经过制造，干那风干就好啊。无香料的，无色素的。绝对无香料也方便，袂造成咱身体负担。搁会当做点心，甚至呢，你若讲咧做生菜沙拉的时阵，搁再甲放一寡落去，气味偌好。较赢你啉一寡绿固素固的，因为咧少年人甚至免主食是咱身体那会做肉鸡啊共款，乌白食。乌白食，就是讲食一寡无天然的物件，色素啦，甚至做拢一寡化合物。我咧讲香料的物件，对无？甚至有当时茶内底根本就有茶米，毋是用茶米落泡的你敢知人手一杯都是安尼来所以讲来。卖你茶米茶内面无茶米啦。没有。
系啊，啊工程嘛无咧，没有毋是叫你内面无咧。伊个来滴一滴的时阵，按就可以咯，那个味道就如甲你果啦，今仔即个风台过去了后，系即个空气啊，即个气氛，佫会感觉讲你安尼，佫闻闻味快乐。哦，下晡时啊，即个时间系泡一下热饮咧，吼，你也欢喜泡咖啡，你泡咖啡甲配两粒嘛。诶，哦，茶米茶安尼，甲配两粒像这葡萄干，来诶，来来，真正是妙不可言老师，你你看贴我试的。你看老师，我有教你讲安尼，这葡萄干吼。连迄地头拢有个伫咧，这叫做圆形食物。你敢知影这偌厉害？伊是伫咧葡萄长顶头打起了，互伊自然风干哦，再甲采收落。你咧看讲人做这是安尼用心啦。来，你摕一个有啊？这摕葡萄的时阵吼，手垃圾啊，你对这个地头甲关起来。我地头啊。地头关起来就安尼食。我这两粒的。食完了后，地头放掉，对垃圾桶落去安尼，这就是人用心的所在。祝福大家。这个风台过完了后，大家拢平安。吼，互像这个小小葡萄干的时，伫你这个生活内面补一点仔气，补一点仔精气神，祝大家啊！好，谢谢。来，我嘛食一粒啊！真正真好食呢。啊，无迄卫生问题，我咧单去搭这手垃圾，伊都一个地头啊，每一粒拢一个地头啊，精心设计的。哎，来，谢谢咱的嘉宾阿姐哦，吼，尤大哥、尤大嫂拢看到了哈，谢谢大家，恁今仔默默的捧啊声吼。好，来，今麦要来准备哦，来点歌咯，今仔安排的6首歌曲，这6首歌呢，6首拢000。头一首。好听拢伫遮。哎呦，嘴甜不滚，台北今夜冷清清。台北今夜冷清清，也有一片的好夜景。来第2首，冷冷的心上。冷冷的那一夜，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，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。第3首，蒙蒙的相思风。放雨袂记，放雨袂记。烧酒一杯，搁一杯，一直饮落去。第4首哦，台北上午零时。红灯绿灯光美美，风送分酒味。夜半做阵在路边，谈情到深更。来，第5首，这首歌曲是《泪酒》。不知买口有也是买笑，目屎配酒烧甲烧。来，上尾的这首。哪知树尾，也哪知天边，分袂清你的心理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的观众情歌所点唱的歌曲。来哦，安排6首歌曲，准备咱来敲电话哦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县市伫外国县市加一个控诉，头一首是台北今夜冷清清，第2首冷冷的心上人，第3首蒙蒙的相思雨，第4首台北上午零时，第5首泪酒，第6首舞。以上来准备来接电话咯。不觉滋泪的现情。
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你好，张小姐。5号跟6号。 5号跟6号。 5号跟6号。好，可以的，张小姐。泪酒。 5号跟6号。好。喂，你好，徐妈妈。喂。阿母啊，你好。嗨。平安。我点5到6。你买5到6哦，徐妈妈哈。好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哦，平安哈。喂，你好，林贤大哥。 喂，嗨，王大哥，我点1号跟5号。1号跟5号。好的，没问题哦。 1号跟5号。哎，收到哦。嘿，好，谢谢。多谢。来来，美霞姐姐你好。嘿，双林江林好，我点第5首跟第6首，谢谢。第5首跟第6首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美霞姐。 No problem。喂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 江林老师，帮你姐姐大家好。第2首。 第5首，好的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。最近拢总搁出现啦哈！哎，坤心哥哥你好，来大哥，喂，大哥，我拜托你去换一支电话好无？啊，你安尼吼，袂当，我袂当甲你接开，我嘛感觉真正不舒服哦吼。好啊，来。两位好。我听下这。 哎，来，你第1首跟第5首。安尼好，第1跟5。好，谢谢我听下这哦哈。好，谢谢。来哟，喂，你好，盛聪大哥。来，盛聪大哥你好。大朋友啊，请。哦，好，我下开啊。好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啊。江大哥，台南市啦。 台南盛聪大哥哈，来观众朋友，你即马若讲有看到阮的节目，你拢会使敲电话开做互动哦吼，每一个都可以吼。你莫讲你无看阮的节目，看到我电话大家敲你个，也毋知讲阮咧点啥物。阮叫即马即段时间是咧点歌，后壁做歌去甲你做安排，吼，啊咱就来点后壁即几首安尼哦嘿。好来，谢谢大家，先来安排即首叫做《泪酒》哦。哎，咱这个时段吼，速度较紧吼。 来，义民哥哥你好，喂，义民哥哥，哎，来哦，大哥你好啊。哦，欢迎江林你好。好。我这个要点第1首的。好。啊，个第5首的泪酒，来北极边你姐姐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。哦，婚联大哥你啊，搁卡一遍哦吼。哦，来哟，叶大姐，叶大姐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好，今仔要听倒首。 今日要听第1首。第1首台北今夜冷清清。好，我来下开哈，感谢你，谢谢。来，带来一首《泪酒》哦，这首歌曲是方玲的歌曲，来。大哥秀峰，有大哥有大嫂，表兄哥哥文玲姐，爱猪姐啊，还有红猪姐啊，徐爸爸徐妈妈，恁的婆仔声，坤心哥哥哦，谢谢。
泪酒，啥就爱顶，心肝艰苦，安尼哦，心肝会丢会丢，大概这耳达伊嘛会丢安尼，嘿啊，有来哦吼，听是那这个感情哪会遮尔苦安尼？很苦吼。嘿啊，其实啊感情毋是拢总会真酸甘甜吗？很甜蜜啊。啊，去用骗去，莫怪讲才有这个泪酒啦，爱情的骗子啦。吼6月挂菜鸡有心嘛。是啊你啉遮吼，咱讲真诶，莫拢遮苦诶，你嘛摆一个较轻松诶。小姐，啊，这歌拢观众朋友点的。安尼吼，啊无一半首啊。系啊，哦，你拢点到这遮苦着。对啦，啊都10首内面的时阵，总是人生吼，敢若亲像做这个苦海共款。系。吼，啊当然啦，为了这个生活哎，总是讲爱搁过得去。对。系啊，苦尽甘来啊。嘿，这个呢，食苦尽，食苦味所食补共款，苦才会归甘啦吼。嘿。好来，我跟你讲哦，即摆呢要准备来，我们来下个阶段哦。下个阶段就是咱观众快乐，会较快乐的啦。这呢要互咱观众朋友来这听歌、摇歌名，吼，互咱观众朋友呢动头脑。是。即摆人吼，动头脑是很足重要的。对啊，啊无直直讲伊啊。对啊。物件无用。都会直直讲伊啊。会生生啦。人讲物件像个铁门共款，你着啥久久嘛爱甲拖安尼。就像我咧弹吉他，你久若无弹吼，嘿啊，我乃久若无你，我乃爬前市位，毋是袂。有影咧，老师捌讲，奇怪，即首歌都明明我都安尼。早不是咧弹。好，不等咧弹，啊，那即摆写转了啊啦，久无弹。迄个指法吼。对吧？指法就安怎？啊，这歌千千万万啦，吼。好来。重复的心情切啦，当然啦，依照惯例，你若来摇歌摇着时阵，我找一个好的东西来送互咱观众。哎，赞哦。好来，今仔咱就来送咱这个石墨烯80趴的护膝啦。哦，这是咱社头。你看观众朋友，社头大家拢讲做头家哈，大细间尔哦，厝内就是安怎，就是工厂啦。客厅就是工厂。对，因拢总是自挖。即买了后，厝后呢，即马豆拢总有即种较周边的设计的，讲包括护膝啦、内裤啦、内衫吼，而且即马拢总是石墨烯远红外线的，吼超导能量的护膝哦。是。这来个哈，第几代？第5代。哦，第5代哈。所有的这个气质、这个瑕疵的时阵，拢总无啊。甲你做到30公分呢。迄护膝吼，有人穿的身足歹看的，吼，甲咧美术甲咱复健的那个工具咧。安尼啊，啊，咱这穿的身足流利啊。你甚至讲穿伫外口，咱我感觉讲这可能是运动器材一种。你若穿伫内面，哦，比如讲，我咧穿这长裤啊，包掉的时阵，变咧一摸咧足歹看的。但是重要的吼，护膝好看是一定爱较好看，就讲吼伊爱会抖，袂使会流卡。有的人讲会卷开啦，这咱这拢总袂哦吼。而且呢，咱这是采用透气纱。哦，80%的石墨烯业界最高哈，快速吸湿排汗，哦，透气率拔到500%啦，生长率呢，就讲伊会当安怎大细裤拢总会当穿呀，春秋阁足好诶，啊会当互你安动作灵活袂卡卡的哦，哈，来，真正会帮忙。来哈，最主要是要互咱的循环较好，啊，甲恁讲咱来咧扶啦、咧徛啦，甚至咧爬楼梯的时阵，会甲你做一咱保护掉咧，哦，甲咱保护啥物？保护咱的膝盖，哦，尤其是若讲要搬东啦、爬山啦、徛久的人，你这护膝甲穿的，哦，你的骹步伫咧行的时阵会加足安怎？加足稳定的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今仔日呢，你若讲开摇歌的时阵有机会啊，即届甲摕一箱转去的护膝哈，相对对，互你万年富贵。百货公司有咧卖呢，百货公司伫咧卖的时阵吼。2980块，係，家己去查。高級品啊！係啊，好來。
在梦里有你的暗暝，月花也来买花呀，买阮的花送情人。可爱的头毛拍着红色羽毛。小姑娘，啥人来送予伊的虔诚至今恋？有时阵对阮微笑，甜蜜带悲哀。买花也来买花呀，买阮的花真香味。在江边行来行去，双手提花。小姑娘，这首歌曲轻松的歌曲叫做什么啊？叫做什么名？有6字啦。哦，谢谢。啊，中间的时阵吼，我内面都唱着啊哦，就对内面这个歌词哦，来甲伊触出来，会做这个歌名安尼。我来继续的时阵，共款来甲安排一块有情有义的歌曲啦。哦，无影讲不是拢伫咧擂酒啦，哦，嘛会去拄着好，都爱接讨，才会拄着好。爱互做这个互交较快咧。我来，我即摆很主持，要来甲献唱这首歌曲。这首歌曲真轻松，润麦的歌曲。有生一个，虽然无事爱，义理真情无在心内，为男性我把亲像啉酒的可爱，为男子要气开，有花有目屎，情敌的心情正，予人的可爱。生一个，虽然无事爱，心情有缘，情催情愿在，为男性
为情为爱，一款不应该。英雄人不通陷害女性的将来，听见无听见无，敢是会应该。非常感谢咱姐姐这个乡亲时代，大家这个配合，踊跃的参加这个诱怪活动。会记得呢，再讲这块名，这首歌的名，头前这个电话卡入来，吼，来试试今日这个运气，啊嘛是5六啦，啊嘛趣味，控诉8326-317。啊，我即摆现主是依照这个惯例，要来甲走一块像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。要来甲公布答案，来甲做一个杂志公布答案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咱这个姐姐乡亲时代，即摆现主是要来甲做一个杂志的动作，杂志咯，要来甲公布答案，公布答案咯。哎，今仔歹甲你，我甲你接电话，接嘛。夜江边唱甲电话，光光到三更。春人美丽秋雨，快乐的暗暝。哦，来哟！可爱的玫瑰女，哎，可爱的玫瑰姑娘，可爱的玫瑰姑娘，7字哦。可爱的玫瑰。小姑娘，哦，来第2首。女性一个，虽然无事爱，你的真情永抱在心内。这首歌叫做《男性本是飘撇心情》，男性本是飘撇心情，8个字啦吼。好，恭喜哈！咱咧有个人客吼，卡开时，因头一首无卡开药，第二首落歌的时阵，伊一届用2首，我就甲你写2张哦，吼。好，来先收。大无的这个机会啦，这款歌吼。
你着甲你往做即个吼，较早刘青池老师无？系，你带迄电子琴嘛，系，叫你音乐就足好听。是的。系啊，有迄速度偌紧诶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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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互你用嘴，互你用嘴念就好啊。你咧随便拍键啊，莫讲咧手诶时阵袂拍键。好，我来讲哦。3工无你会爬上手，就是安尼。好佳哉。谢谢啦，这观众朋友给我机会，我这个食饭的机会，感谢努力感恩。咱讲真诶，若讲要互咱食饭的机会吼，小等来广告的时阵，恁真正着爱较认真听咧。啊，若真正有下用，哎呦，啊都袂歹。哦，方面咧介绍的物件都袂歹，啊，你就安那，甲咱卡开，鸟啊，甲你送去，安尼就是啦。安尼咱就永远都顾大，顾大啦。鼓励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小等下吼，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。来，歌单我来，我较紧的来。啊，小等下要甲咱观众朋友讲的，哦吼，这来自咱的吐鲁番盆地的。对。好，啊伊遐搭吼，落雨足少，但是呢，迄热天的时阵温度足悬的，无虫害哦，唔免自摇啊哦，传统晾房工艺。嘿哦，伊咱讲自然风干的。自然风干，唔是晒日头啊，伊是咱豆豆伫遐吹风，互伊直接风干的吼。物件食开，物件足好。甜度有够，香气有够，原形食物，啥物拢总无的，无加的哦。嘿，什么都没有加的哈，都敢若舒服上介健康的。对对，啊，而且佫唔是吼用传统的，是自然烘搭迄种的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互恁是上介健康的哈。好来。进广告无当紧哦，咱拢总有专业的检验报告伫咧哦。是。哎，卖互恁的物件，哎，互恁安怎食了好食，佫爱安心啦吼。好，进广告，谢谢。哎呦，今仔日要来卖葡萄干啦！哎，葡萄干大家拢有，观众朋友你出外去的时阵，哦，去超市啦，一定买得到，对无？什么？加州葡萄干，观众朋友，咱这叫做乌葡萄干，黑钻石哦。阮这拢无葡农药的。啊，无啦，老师，咱这种葡萄干是伫吐鲁番盆地这个所在，伊袂使落雨，但是气温足悬的，啊，伊无虫害，所以讲吼，伊无需要自农药。是。但是伊即摆好收成了后，伊是自然哦。吊吊咧，自然互伊曝晒直接风干的，哦，晾干，用日头晾干的啦吼。所以讲，伊每一粒拢总保持着伊即个葡萄的味道、果实的香味，所以无添加，这是上界顶级的葡萄干哈。气味有够好。无掺糖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无农药，啊，这拢爱去检查吼。阮若只要芳林卖的一寡农产品就好，拢爱经过专业检验过。二氧化硫啦，防腐剂啊，迄二氧化硫就是防腐剂。无人拢无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你食一喙食一粒，拢总是真正100%的葡萄干，对，一岁食到100岁，好。伊每一粒，尤其是伊这叫做黑加利，这个品种的时阵吼，伊的花青素是一般的葡萄干的30倍。30倍。30倍都足悬的啊！你若食一粒的时阵，等于讲别人爱食30粒啊，对无？你要食伊的花青素，要食伊的抗氧化，要食伊的延缓老化，哦，甚至你内底有铁，我咧讲伊的铁质才是悬。哎，铁、镁、钙，这个会当我咧讲吼，尤其是铁质足悬。保血啦。嘿，固骨的根本。对吼，来。这呢，才好着吼，而且你看我嘛，伊个自然吼，天然自然风干，所以讲伊每一粒吼，几乎你还可看得到伊个地头啊，拢还佫伫咧。是。吼，地头伊毋是个。伊就是规罐咧，互风干，啊，搁再来时吼，再加落来。所以讲伊这地头拢佫伫咧哈，正手工的哈，要直接食，来叔你食看卖啊，看卖。我都食过啊，这一摆的时阵吼。直接食。自然回甘，迄果香吼，会使讲是有够咧，食一粒就好啊。迄果香有够浓郁的，你会当加优格，加燕麦片当早餐，还是你咧做胖啊，甲掺一寡落去，吼，还是咧做酸菜沙拉的时阵，甲放一寡落，泡茶嘛足好的，吼，甲当做茶包安尼吼，
甲买一束啦，浸嘞，伊等下迄果香味拢总开哈，叫做果香葡萄茶。哦，赞赞赞！红茶甲落几粒啊，安尼啊。啊，这吼，米一束束啦。一般先啊，要汤着病人袂使食甜着啊。阮这自然的哦。这自然的啊。阮这内面都无掺糖哦。无掺糖哦。吼，是像这个叫做啥？葡萄内面的葡萄糖。吼，纯天然的。纯天然的。迄个食心头安尼吼，一口一口先，你咧食吼，安尼足芳的就对啊。诶，乌到到。迄个芳开的心头对个鼻孔安尼先吼，特别咧啉茶安尼怎青倒起来？你甲想讲吼，阮爸爸。敢若亲像爱人的滋味咧。啊，阮兜开过柑仔店咧，是。什物物件阮毋捌卖过，什物物件咱无食过。伊讲，好，伊讲伊食到84岁，毋捌食过葡萄干，遮尔好食。对。啊，这叫做大人囡仔拢总喜欢。一位一位啊，你若出去的时阵吼，观众朋友出去的时阵，腹肚枵枵，嘴塞塞，你就甲炸一束啊，踮咧裤底啊，啊落啊落的安尼吼，方便啊，足方便的。这吼，互你食到无感无觉的时候，我安尼包奈无啊？一包东包咧，好食啦。我讲叫做黑加利葡萄干吼，来讲着阮的黑加利葡萄干，这伫外口伫咧卖的时阵，这一包400块。400块。480块。有咧价值。有人卖到480啦，咱讲400块就好，我卖你400块就好啦吼。来，咱今仔一个组合，你莫叫我加一包啦，上无嘛爱2包，啊好，3包好不？3包一个组合。3包12块啦。3包就是一个组合吼，安尼摕倒转去时阵，啊伊咱会足方便的，因为内底吼，你甲拆开了，再搁一个拉链，食偌济啊。食完的时阵，搁扭开就好。拉链带封条。嘿，就封条啊吼。啊，出门的时阵炸一包，安尼放个包包足方便足理想的哈。今仔观众朋友，你甲我买的时阵，你就知影。你若是讲吼，这水果类的果干，这嘛算蜜饯嘛？蜜饯啊。恁家专门的。嘿，阮饮是蜜饯会出名的。爱送无？爱啦，爱送。爱送吼，好。今仔日吼，恁电话卡通的时阵。啊，着搁在地物件，做大卖价卖你，做大卖价哦，观众朋友直接转为工厂价互恁就好啊哈，一届工人送一包。嘿，我送一包。你送几包？安尼4包。你本来是3包啊呢？即马4包。即马变4包啊？3包变4包了咧。你今仔日你送我嘛爱送啦吼，好来，我变5包。3+2啊，对无？安尼5大包啊，对无吼？来。观众朋友，电话若甲卡通的时阵，阮今仔搁再加嘛哈，一届摕6大包转去，6大包哦吼，来6大包转去的时阵，共款甲你收1200块就好。1000，那是对毋对？你若甲方面买所有吼，会蜜饯的部分，我讲要互你买到品质上介悬的，而且是上介好食，对，上介好食哈。营养素标准上悬。哦，2400块，今仔对折卖你，剩1200块。1200块几包？一包等于剩甲就200块尔吼。来，08008151810800815181，我咧讲哦。这是直接吼，一包剩200。我咧讲200尔啦，你看会晓算数咧啦吼。来，咱这是吐鲁番盆地的，吼，这个所在是产葡萄，这种黑葡萄，上界高级的拢总伫遮。全世界哦。全世界，这全世界公认的啦。食卡哈。你若是要买到顶级的葡萄干，观众朋友，你唔是去看起来哦，足大粒的哦，没有，我这是中，这上大粒嘛安尼尔。每一粒、每一口食落拢侪侪花青素，搁刷落内底贴纸，上介悬的哈。0800815181哦哈，来，喂，我们要订一包葡萄干。阿姐，你要小兰姐哈？小兰姐来啦，我咧写开嘿，一组哈。好，谢谢哦嘿，来。阮老师吼，大概电话若通的时阵，拢足激动的啊吼。来，0800815181，我咧讲，这是完全是纯天然的哈，纯天然的哦吼，拢无农药吼，连一滴糖嘛无，拢总无哈。来，你好，芳玲小姐好，嘉欣姐啊，哎，一组啦。
你葡萄干一组是好啦，但是迄若小可有糖分，敢袂使食。嘿，没有关系。喂，你好，林太太。哎，一组嘿。哦，一组哈，林太太，谢谢你哦，嘿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喂，你好，哇，规拢总满线了，是要怎接落？来，好，阿姐你好。嘿，你好。阿姐哦，今天一组吼。哎，对。哦，我写开哦，嘿。好，谢谢好，今天的6大包、6大包哈。我咧讲，你今仔你若去外口买的时阵吼，结果互你买着3包，就一定要1200块。高级的啊。最顶级的。最顶级的葡萄干，你看登去拍开的时阵，你就知讲，哦啊，我嘛从来嘛捌看过葡萄干遮尔水，逐瓣逐粒拢水灵灵灵的啦吼。喂，你好，金宝姐。哎。金宝姐啊。买一组。买一组吼，好，足好食，足好食的啦，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吼。我哋大啊细汉拢介意的哈。哦，阿嬷讲，阿嬷我要葡萄干呐，吼。好来啊，古大钱阿姐。阿姐。喂，古大钱阿姐吼。嘿，要一组吼。好，我写开啊，嘿，谢谢谢谢。来，080085的81000810081518，我跟你讲哦，今天买3包12块，我再加码，搁加送3大包多6大包哦，6大包哦吼，我跟你讲吼，上盖管的，内底花青素上盖管的，内底铁质上盖管的，就在这里哈，我这个葡萄干不一样的哈。陈丁忠大哥你好，来，丁忠大哥，拿现在之后来，好，炸一组去哈，好，够哎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老师，你电话哪接者吼？啊，卡手啊较紧的哦吼，无开拢总满线哦嘿。喂，回喷阿姐，哎，来要一组吼，好，哎，好，我写开哦。哎，安怎食？阿姐，葡萄干面我食，你搁甲我问。免阮豆鱼，免阮哇沙米，青食就好啊。青食就好啊啦，哎呦，足可爱，阮阿姐啊，来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小慧，好，拜拜。来，规个拢总满线，我咧讲观众朋友，若讲这个物件是会使讲是上盖官方的。不是很大，我咧讲吼，它就是要一定这个尺寸是最好，口感上盖好的，口感上盖好的哈，天然的哦，就是伫本地伫葡萄树顶头，安尼自然让它风干的。你毋捌看过安尼啦，你嘛毋捌看过讲佫有地头啊啦吼，毋捌看过有地头啊啦吼，哦，你要做凉拌也好，啊，做凉拌，甚至呢，啊甲。泡茶泡，甲落几粒啊落去，气味足好诶吼！啊，有的人讲咧做面包内底拢嘛有放对无吼？早上的时候，你有咧食一寡五谷杂粮，你嘛甲放几粒落去，真的很好，真的很好了哈。后来老师你也准备一首歌曲哦吼，今仔完全都是新朋友哦，你的新朋友真正我咧讲吼，你听方言的，若是这种吼脆食米啦。尤其是这种类似蜜饯的物件，你都要找阮两个就对啊哈！啊，这在地啊，一定要互咱观众朋友最好的品质。啊，你看卖啊，内底花青素啦、抗氧化啦，这个会当膳食纤维，会当帮助啥排便。迄有的人吼肠胃蠕动啊，啊，都安怎定会闭结的，你就是爱食这哦，这内底有铁质、钙质、镁，啊，还有啊。会当甲你补回，搁甲你顾根本哦。天然的上盖好，我无叫你食药啊哈，这种天然的上盖好哦吼。啊，若出门的时阵，甲早一束啦，你唔免惊讲我说啊，腹肚枵枵啦，甲食者吼。啊，冲泡的时阵，你若甲泡茶啉的时阵，吼，迄果香味有够赞的啦吼。啊，今仔日你就安尼摕顿的时阵，摕一组是我讲摕2组是一组的计数嘛。顶我阁送恁3大包，所以讲今仔上盖会好啊哈。电话继续互恁卡，我来线卡接电话哦。老师，安尼，我先来甲有酱者，无等下拢会惊会袂记咧，真正上到刺激的，规个拢总满线啦哦。来，观众朋友哦，今天3包阁是加送3大包哦，吼是要互恁来分享的哦，这种都是加码的哦。心上人，来。准备哈，我来邀出着今仔中奖的人客哦嘿。来，江秀梅，秀梅姐，恭喜你哦！吼，咱来复习一组，
哦，11月。喂喂，来，江秀梅姐姐，恭喜你！音乐甲走入去。喂，你别关掉。冷冷的那一夜，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，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。冷冷的雨呀，冷冷的风，使我想起冷冷的情。不想你也难，想你也痛苦，爱上你是我的错。冷冷的那一夜，使我想起那个初恋的人，他是我这一生最难忘的一个人。冷冷的雨呀，冷冷的风，使我想起冷冷的情。不想你也难，想你也痛苦，爱上你是我的巴萨呢。咿呀，巴佐罗蒂巴乌，米尼姆努马拉姆苏啊，巴扎嘎姆嘞，姆苏啊姆苏啊姆苏啊，冷冷的雨呀，冷冷的风，使我想起冷冷的情。不想你也难，想你也痛苦，爱上你是我的错。Thank you， 谢谢冷冷的心上人。甲食食的时阵吼，哦，这个元气加偌好咧，来甲准备一个舞飒飒的舞。山顶也过咱这个范中大哥康康先生，也过咱一个新客户1070，吼，过咱进发大哥吼，啊，非常感谢你。这不当得无闲啊，当得无闲的时阵来，我来甲唱底来介绍，台北上5零4号，迄电话吼，真热线，我较紧的来甲安排这底。台北上504，老师，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盖倒转来，好来，盖倒转来，舞飒飒的舞来，应该是台北今天啉清清的才对，你要台北今天也啉清清才对哦哈。来，我来做准备哈。谢谢大家啦，来，好休假啦，给恁接电话啊啦哈。来，直接给咱观众朋友讲哈，它真的是很好吃。阮拄只迄古大姐阿姐讲，我还佫一包嘞呢，伊讲还佫一包，但是呢，伊讲我较紧佫买开，吼，伊讲毋捌食过遐好食的啦。口味有够好的，逐粒拢零，拢总啊啦，啥物拢无，伊啥物拢无掺，什么都不加，什么都不用，拢总上天然。而且阿爸母啊吼，人咧卖物件，哦，食愈济愈好，无啊，我咧讲吼，你免食济。你一工甲食一暝啊就好啊，吼，补充像这个铁质啦、钙质啦，安尼啊，所以我咧讲，比煮葡萄糖较好就对啊。对。吼，啊，这天然的呀。是啊。吼，啊，你都本身会当淡散过，当顾身体。今天吼，今仔是2400块，才互咱观众朋友1200就带回去了，足会好的吼。啊，你电话继续敲吼，我来安排继续我这台北今夜冷清清哦。
北金影冷清清。金